天空啊，如诗如画，照耀西东啊，对我呼唤，奔向那彩虹啊，奔向彩虹，奔向那天空。哎呦，好！我就晓得啊，这个只要一唱这个歌，歌星要是你一熟的，你马上控制不住就要模仿一下。跳了这破个笑款了吧？他们是唱的，感谢您，谢谢。哎呦，让我们想起一位非常伟大的巨星啊！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单元里面会唱这首歌呢？这个跟我们闽南语歌曲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100年的文化了。对，万能兄弟都在唱这首歌，都是讲呢，要介绍一位非常具有分量的一位巨星，很有价值的巨星，由他来跟我们来这个诠释一下这个闽南语歌曲100周年的这个它的内容跟文化。他的歌声那是在歌坛来讲，那真是功不可没。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可以说这个唱这首《一道彩虹》的主唱人，今天很难得邀请到他上我们龙兄虎弟。那这个那也就是名字已经呼之欲出了。一块来欢迎凤飞飞小姐。哎呀！桃花香，桃花香是恋爱的，我比学点妹妹来比桃花。双脚行坐坐，我的心肝，你的心肝，爱在心底，爱在心底，爱是宝贝，我的希望就妹妹啊，桃花香是恋爱的，我比学点妹妹来比桃花。赞！哎呀，真是听您唱歌啊，可以说是如沐春风啊，通体舒畅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菲菲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两位好，久违了两位就是怎么讲呢？一看到你就很多一些交集不是开心的说不出话来了。近年来是旅居海外，是想起当年做起综艺节目，那不得了啊！万人真相是空前绝后。费玉清讲，哎呀，我唔捌看过这场面，人可以这样呢，他已经上不了车了。不得了了！这个时候我一看这个情况，本身就有英雄救美的这个本性啊。我一看，这个哇来，皮包一拿，撞出一道人墙。哎呦，那个时候的眼睛又更比现在还大，而且又没有知名度，人家一看以为是保镖来的。是。我一看，哎，这个好，还跟着我在后面走。门一打开，一进去，然后我也跟着进去了。你哪？刚刚讲到这个闽南语歌曲的这个发展以及文化，讲有700年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应该是从差不多1885年开始，从福建厦门开始就有所谓的台湾创作歌谣。是的。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资料的记录，一路到今年的1995年，那么一路下来正好有100年。到我们节目来，那个难免要多唱几首歌曲了。再接下来这首歌，我想大家也熟，《塞北河》。塞北河，西北语，那这是什么人作曲作词的？就要考究一下，就要变成考究一下。也要9年了。这个歌好听，好，大家来听下看嘛。塞北河了，破坏相信爬起来了哦。日头过破波，天气暗热，蜿蜒秋过路，约束不敢顾，想要出门，丢东海搁看着。看见阮变好，有着西北风。
这首歌也是将会在您的这个唱片里面出现吗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觉得，因为今天在节目中，我们尽量选一些比较轻快的。你的歌曲唱红的太多，你随便在资料中勾几曲拿出来唱啊，是的，大家的回忆都跟着你。哎呦，不管这太多歌曲了。光这样讲不行，你要举几个例子，你好像哎呦，那是神。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举一些什么歌曲，然后容易凤飞飞小姐她都不是会忘掉的歌，因为多了呢。呱呱呱呱，哎呦，见那枫叶飘落身边呐，风映上了我的脸呐。哎，又见枫叶，对不对？他的这种唱法，对，您觉得对您来说会不会？您觉得凭良心讲，他常常模仿你啊？对，您觉得不高兴还是高兴？说实在，费玉清的歌曲真的是唱的没话说，他唱的很好。他模仿人呢，特别模仿我的时候，2个字形容哦，高追了。哦，哎呀，哦，变成高追，金价不一样哎。他就是个奇才，真是。是奇才啊！而且他是个电脑。哎呦，真的，一按有一些歌我完全都不记得了。又见那枫叶，我早就忘记了，我只记得《枫叶情》那首歌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哎，你第一张唱片，嘣噔噔噔噔的，记得心匆匆啊，乐滔滔啊，快快乐乐进城了啊。哎呦，还有呢，鸡也飞，哎呀又叫，鸟儿下的咪咪叫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多了呢啊！哎呦，这个歌词你还记得啊？车子快，房子高，高楼大厦好热闹。哎呦，东边望，西边瞧，城里要比乡下好。哎呦嘞，对，哎。他不唱我都忘了这首歌，对。那时候我看我还是国小6年级的。来几头？还有没有？还有多了呢。哦，再来一个，无三不成礼。无三不成礼。对。来了。我时常怀念着小河湾。小河湾。哦，你的进化歌我都记得。进化歌。那时候歌星们啊，每个人都要负责唱一首进化歌。我们凤飞飞小姐唱那首《满高雅》。飞向蓝天，噔噔噔噔，再飞向云霞。你要知道，你有这么严重吗？你现在知道我的痛苦了，因为他主持节目啊，好像没有前面没有摄影机，好像在闲聊。那怎么行？还是讲了一半还想一想。大自然妙，四季分明，冬去春到，我们在这自然里生活，赶走黑暗。那来边泡起来最好了。迎接光明来到。真的唱得好，全部一个字不漏啊！我在说嘛，这是人家今天是什么？你的发表会？对。凤飞齐小姐她这个特色其实就在这个技巧之上，讲她唱歌的这个技巧，是要经过很特殊的训练。事实上，我是一路学一路唱，那一路听，一路自己在揣摩。天分也是很重要。照讲练就可以啊，那你随便找个人来，难道练个10年就能变成凤飞飞的歌声吗？这是没有办法，而且这个也要奇迹。有一次我喉咙不舒服，去看医生，医生说：“来，舌头伸出来。”我就，医生拿个卫生纸一拽着舌头，往外伸，发个音，我就，他，不是咧操蛋，恁这的拿哦。生行都是要来唱歌。哎呦，我听这句话才知道，哎呦，这个唱歌还不是后天苦练可以。我还请教医生，这个你都在公益顾维哦，这个喉咙的肌肉要长得好的人，他才适合唱歌。哎，那你帮我看看。不是像话吗？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凤飞飞小姐的歌声那是不争的事实。是的，所以说我们非常这个感谢上苍啊。又来传教又来。对，这是真的，因为这个凤飞飞小姐虽然已经结婚，但是她对于演唱歌曲的这个热爱不减当年。